天新闻放什么？看起来是啊，脸书上就他嘛，昨天新闻放什么啊？脸书上他还有脸书还夸小。哎，什么情形？对我惊。歹势。你爱回失礼的人毋是我。对，不可无甲你安怎？希望你等下表演煞会使，互大家知影这个事实。啊无咧，对我来讲，你甲腰裤甲其他的人是拢无共的，你是真正有迄个才调。我袂使害你因为我的代志去互人换掉啊！我会互人换掉，无是我家己的代志。创作就是爱实在。毋过你甲因拢共款，你敢有对不起腰裤？无，这是不可讲的，那是公司爱你讲的。予你袂记日